为了要传承传统戏剧，培养少年辈演员，团结中心举办第9届成功新秀舞台，或者少年辈来做主角，为着这少年演员铺路，创造舞台。伫台顶搬戏的是国立戏剧学院拄毕业的黄刘芬，这届伊参加团结中心举办的新秀舞台活动。团结中心予少年辈做主角，中心台做配角，予少年人一个机会。鼓励咱即马新的囡仔，就是讲你想要做演艺这件代志，其实你除了下苦心以外，过来就是讲，咱希望大家拢会当艺德双修，互咱的歌戏的境界更较提升。我以前拢用嘴咧做戏，但是老师希望讲，我会使用我的目睭去做戏，啊，锻炼到所有的观众朋友。十好小人，阿表来，小主主宰西路。另外一位廖君伟，伊即届特别转去故乡云林拿来找一位地方有名的布袋戏老师傅江英华，找伊学功夫。伊讲布袋戏伫爱随机应变，真侪老师傅伫台顶3、2句啊，就来一句好笑的客客啊话，甲大家人家笑嗨嗨。这款本事就是伊少年辈较欠缺的。咱戏当中讲出来口碑，无一定是讲较早老人的传来物件，老师傅当时嘛家己创新，想2句、4句安尼斗做伙啊，不哩好笑的。另外，新秀当中也有歌戏新一代苦弹地温如，这届团结中心第9届新秀舞台，隆重培养出13位少年演员，为因创造舞台，予因扮演主角，希望因会当继续徛伫舞台顶传承传统的戏曲。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